7月第3個禮拜五，台北雨下了整整1週，不是暴雨，是綿密的像打結的無線。我站在27樓，玻璃上映出我，黑色套裝，頭髮緊盤，臉上沒表情。3點，我簽了離婚協議，對方是我結婚7年的男人，他沒說話，只簽了字。會議室只亮着靠窗一排燈，臉上陰影，顴骨清楚。離婚協議又抽出來，再看一次。實習生抬頭看我，他23歲，眼圈很重，像我。筆尖亮了，我寫了第3篇，用。我抬頭，他也在看我，他沒假裝，也沒問。那個眼神很乾淨，像張沒簽過名的紙。我站起來，準備走，椅子後退，金屬腿刮地，聲音很刺耳。我拎起紙袋，轉身，門口停住。深夜，電梯口空無一人，無名指上戒指痕很新，像昨天才褪下。鏡子裏的我第一次不知道要怎麼做。26樓酒吧，夜，燈光昏黃，袖口接到手肘，他從來不讓我穿。門口，他進來了，實習生。他喝下去時嗆了一下，我笑了，比會議室那個鬆了很多。我忽然發現，原來我還會笑。我從椅子起身，跟我回家，不是邀請。他勾住他的小指，只是小指，心跳得比想象快。我家的客廳很大，卻空得嚇人。茶几上只有一杯空紅酒和一張結婚照。我脫下高跟鞋，赤腳踩上水泥地，涼。他從口袋掏出那支筆，我接過筆，然後解開第1顆扣子，第2顆，第3顆，不是脫，是別，像別一枚勳章。今晚他再幫我做最後一件事。我走過去，茶几就在眼前。我拿起相框，他屏住了呼吸。我拆開卡扣，照片落下，筆帽拔開，寫下沈容2026，結束了。燈暗了，一顆扣子解開，他沒動。天快亮了，他裝睡，只有他沒動。回到臥室，他坐着，神光斜照，床頭櫃上那支萬寶龍
不帽蓋着。我坐下來，背對他，呼吸輕，然後轉身，抱住他，很緊，筆推進他手心，金色筆扣像火，燒不盡的火。這次真的給你了，別還我。這輩子別再讓我見到他。他低頭看筆，光裏像灰燼，像未完成的契約。我摸他頭，輕，像在點頭，像在說你該走了。實習生，今年結束去美國，因為你會遇見我這種人，而你還年輕。他沒問，只點頭。我喜歡這點，不問的比問的多。我幫他叫車，送到電梯口，門開，他站在裏面，那個眼神很乾淨，像張白紙，沒簽過任何名字。我點頭，像結案，像發獎金，像結束。電梯關上，我走回客廳，煙灰缸灰沒清，讓它留着，像一句沒說完的話。他走後，我站在陽台，台北的晨霧還未散，煙燃着，無名指那道痕，在光下凸起，愈合了。3年後，明信片，只寫一行字，謝謝你。